你睇下窗框邊起滿呢啲白色粉末，其實係鋁窗被海風嚴重氧化嘅警號。今日陽光仔嚟到小西灣呢個臨海重災區，要拯救一個5星級災難嘅單位，幫業主做9隻窗嘅配件，同埋更換4幅窗嘅防漏工程。長年吹強烈海風，啲窗一拆開真係觸目驚心啊！手掣成隻甩咗，又嚴重氧化，隻窗根本鎖唔到，一打風就狂震。另外防風魚骨撐生鏽，主話平時連開窗通風都唔敢啊，驚佢一吹就折斷。師傅一到場，先鋪好帆布保持地方清潔，再進行施工，換上304筆鏽鋼窗架，魚骨撐，抗延霧能力爆燈，任憑海風幾大都幫你牢牢拉實。開窗通風再冇心理陰影，換埋全新手掣，一扣即鎖死，配埋行內頂級內外 TPV 膠條，風再大都密不透風，阻絕呼呼聲嘅風聲。防漏方面，外牆防水膠硬晒，完全失手，導致雨水滲入。室內牆身已經起晒壁岩，剝落到成地粉。我哋會徹底鏟走硬化嘅舊防水層，打滿791建築級內後膠，配埋多層防漏膜，幫外牆着翻件無縫雨衣，等防水膠唔使承受咁大嘅雨水沖刷壓力。小病唔醫就變大病噶啦，鋁窗保養真係唔拖得，即刻 DM 陽光仔，我哋專業團隊即刻同你上門做全套檢查，我哋提供免費3年嘅保養，投保3000萬嘅第三者保險，乜外判保證安全。陽光鋁窗服務，用心為你創造。